来看，受到低气压甲西南风的影响呢，云林水南涨市累积雨量已经超过400毫米，有超过10挂的庄头拢传出淹水的灾情。今仔日早起呢，当地人是无用咧清理家园，也毋过也是烦恼刷落来，这落大雨又搁再淹水啊。 居民无形将氧气足水过掉，云林水林乡上北村一个三合院，礼拜早起因为短时间强降雨造成淹水超过50公分悬，一直到礼拜下昼3点花水才退去。即马居民烦恼，若继续落雨，佮淹水，只好先贴管加固预防。拢搭沙去你文章顶安尼。哦，腰管啊。嘿啦，啊，就拢淹到伊落啊，会淹到大咧汤水啊，甲沙去你顶啊，嘿啊，这工作无来请，这头我大汤。来到另外一个村汉之厝，民众也是用抽水机，才顺利将水排出，也是只会当暂时将厝内的物件拢贴管。啊，我豆豆清啊无咧，你看话拢垫高，你垫高，一旦关垫高，我袂扛给你看。礼拜强降雨造成云林水林乡一日累积雨量超过400毫米，全乡超过12村传出淹水灾害，其中以上北村、上中村甲上西村灾情较严重。 啊，伫咧这个甲口湖连接这段吼，因为口湖迄边是海水的，啊，但是阮遮拢是做农牧的，无养殖专区，所以阮这边吼，那假设甲口湖这边中若无做一个水门洞开，因遐涨潮的时阵海水倒灌，导致阮乡内会淹水的问题。 水林乡公所表示，即摆强降雨造成乡内大约有20户的独居老人受灾，好佳在透过紧急安置甲送餐服务。也毋过，影响未来气候变迁，希望相关部会会当解决沼清大排系统无法度负担强降雨排水等问题，避免淹水状况阁继续发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